貓狗大戰，這個話題真是讓人興奮。貓和狗兩種截然不同的寵物，卻各有各的魅力。貓咪優雅獨立，總是喜歡在陽光下打盹，偶爾還會展現出它們的狩獵本能，像是追着小蟲子跑。而狗狗則是忠誠的夥伴，總是搖着尾巴，期待着主人的每一次回家。你知道嗎？貓咪的聽力比狗狗好得多，能聽到高達64000赫茲的聲音，而狗狗的聽力範圍大約是4萬赫茲。這就是為什麼貓咪對於那些微小的聲音特別敏感，像是老鼠的動靜。而狗狗則擅長於嗅覺，它們的嗅覺細胞多達2億，這使得它們能夠嗅出我們聞不到的氣味，甚至能夠幫助警方破案。在性格上，貓咪通常比較冷靜，喜歡獨處，這讓它們成為忙碌都市人的理想伴侶。而狗狗則需要更多的關注和運動，它們喜歡與人互動，這也讓它們成為家庭中的活力來源。不過，貓狗之間的戰爭其實也有趣，很多時候，它們會因為爭奪主人的注意而展開一場小小的鬧劇。無論是貓咪的優雅，還是狗狗的活潑，這兩種動物都讓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。最終，無論你是貓派還是狗派，這場貓狗大戰都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樂趣。